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以赛亚书60章第17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医治。人人拢需要主。因为人是软弱的，就亲像耶稣基督所讲，破病的人才有需要医生。受领的以色列人，伫迄个困苦艰难中间的以色列人，就好像亲像无看见天日的迄种形，因需要上帝的光来照。真侪时阵，人总是掠做家己无问题、有才调，事实上却毋是安尼。因为人含明仔载会怎样，都拢无法度来掌握啊。更何况是面对艰难困苦的时阵，更较需要上帝的保守、带领、拯救甲医治。上帝伫历史的中间，一再透过先知甲以色列人，讲伊家己的应允。但是就好像亲像咱伫读经分享中间所提到的，人总是假做草耳下狗，听着也当作无听到，但是上帝应允、上帝救恩，并袂因为安尼就来取消。以赛亚先知传达上帝的应允，安尼讲：我要爱摕黄金来代替铜，银来代替铁，铜来代替插头。铁啊代替石头，你的统治者无搁再欺负你。我要互因用正义甲和平治理你。你的境内无搁再听见凶暴的声音，你的国土无搁再受到吞踏。我要亲像墙共款来顾你。因为我的拯救，你要学了我。日时你无搁再需要日头，暗暝你无搁再需要月亮。我，你的上帝是你永远的光。我，你的上帝的阳光要照光你。日头永远袂落山。月亮也无温存，我你的上帝是你永远的光。你的悲伤的日子将来要爱停止，你的人民要来秉公行义，因要永远继承这个土地。我亲手做因，培养因。为着是要爱彰显我的荣耀，恁上世的家要成做大族，上弱的族要成做强国。我是上帝，伫时机成熟的时阵，我上帝要互这个事紧紧来发生。上帝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凶恶。要享受救恩，亲像日头共款。当咱有上帝的同在，就无搁再需要日头的照光。如果咱会通互上帝来医治，咱就无需要伫病痛的中间啦。如果咱有上帝的怜悯同在，咱就无搁伫苦难的中间。对现代基督徒来讲，这是特别指着咱心灵的问题。
咱需要上帝的同在甲医治。昨咱也提到到，这个以色列人听曲拢听袂着，看曲看袂着着，因为心灵脱界，毋愿意听探上帝的旨意。因需要上帝心灵上的医治，互因的心灵的目睭通好看见，心灵的耳孔通好听见。伫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基督即种医治的神迹，伫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，记载着两个青梅以及一个被鬼附身的人，因得到医治。当这时，即种的神迹，互伫一边的人拢感觉惊吓。因为因毋知影安尼病会通得到医治，并且毋是透过所谓的即种医疗的行为。事实上，当时这的病拢是不治之症，所以因安尼，因就袂通明白病得到医治的恩典。甚至有即种犹太人中间的法利赛人质疑耶稣讲，伊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。鬼王这个原文是别西卜。虽然得到医治有几项真重要的代志咱是需要咱去注意的。第一个是敲喙啦吼，破病的人一定要去找病院，去到医生遐，医生才会通来甲你帮衬啦吼。所以圣经中间记载这两个青梅，因应该听过耶稣基督的事，所以因就对耶稣，然后就大声喊讲：大逼的囝，可怜阮吧！现在讲法，咱会当讲因挂号因去找医生这个医生就是耶稣。第二项就是信心。耶稣问迄两个青梅的人讲：恁信我会做这项事吗？因就回答讲：主阮信。所以后来因就得到医治。第三角度就是顺服吼。有几若摆耶稣爱遐个来求医治的人，照着伊所讲的去做，亲像10个生太过病的人，耶稣也无甲因医治，也无啥物动作，就爱因去互祭司来检查。所以咱知影耶稣基督并无做任何的代志就叫因安尼去做。所以伫这所在顺服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拢得到医治。像迄个生太过病的乃縵将军共款，当先知以利沙甲伊讲去约旦河洗7摆的时阵，头起先伊的骄傲甲伊讲毋通接受，后来却因为伊顺服先知的话，也因为安尼就来得到医治。来讲怜悯，其实头前的原因拢真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怜悯啦吼。咱伫圣经中间看见青梅的扫罗，生太哥的乃縵，福音书所记载所有得到医治的人，尼尼微城悔改的人，拢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来得到赦罪，来得到医治。也亲像迄个百夫长对耶稣所讲的话，伊讲：主你到阮厝内我毋敢，但是只要你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。因为我伫人的权下，也有兵伫我的下面。对这个讲气，
伊就去；对迄个讲来，伊就来。对我诶仆人讲，你做这项代志，伊就去做。这是马太福音第8章第8节到第9节。诗篇146篇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我诶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一生要称赞上主，我活诶日拢要唱歌称赞我诶上帝。毋通倚靠君王，毋通倚靠会死诶人，因袂当帮赞，因一个断开就归土。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。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。伊永远信实，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，伊赐食物予枵餓的人。上主解放受关监的人，上主互青迷人会看见，上帝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帝疼惜义人，上帝保护出外的人，扶助孤儿寡妇，伊互歹人的路袂通，上帝会永远做王。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帝。感谢上帝赏赐医治的恩典，互阮会通因为愿意相信，因为阮愿意恳求来得到主怜悯，来得到医治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